调看进口卵的资料。结果特产会现场提袂出来，已经限期10到前提供巴西卵片流向资料，若无依照食安法还3万到300万块。虽然中央到现在没有提供相关的资料，但我们就是主动追、主动查，就算亲自上门也要查。进口卵的争议一直拖，农业部长陈吉中传出请示已经予慰留，行政院长陈建仁要求陈吉中出席拜四的宴会，并且提出检讨的报告。星期四有确定会找部长到府会来说明吗？行政院陈院长认为，目前有关进口鸡蛋的这个说明那么陈吉仲部长，那么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权责，需要把问题说清楚。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早起直接到农业部，积极追询6000万粒的进口卵不治去向，要来讨流向的资料。从库存加工这些蛋接近6000多万颗的蛋，到底流向何处，一直没有交代清楚。农业部是伫个面册写出总标计算，回应6000万粒的卵无去，就是细算2491万粒的卵，加上加工的3428万粒的卵，强调专案进口的鸡卵流向拢有监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的天狗节病情是未收煞，到今已经超过7000例了。就专家指出讲，照8年前的经验，这1、2礼拜是关键的时间。疾管署伫今仔日也成立真正应变工作队，由副署长罗一军兼队长去到台南过守1个月。专家也要提醒民众讲，这中秋期间伫外口航马，上好是闪开黄昏的时阵，是因为迄个时阵网上高，民众也爱会记得做防护。工作人员拍拼喷药啊，另外一边有人监控触电敢有积水。疾管署资料显示，到18下晡3点前，台南市本土天狗热的病例7210例，是全国天狗热上严重的所在。环境部长谢富成下晡全天到南区视察天狗热防治状况。将近1000万的一个经费的一个缺口，希望环境部可以给予帮助。那这一点我也在这边跟各位报告环境部会给予全力的一个支援。市政府化工欠经费买物资，环境部承诺专业协助。台南伫2015年，捌因为天狗热大流行，一年累计有2万多例。迄个时阵担任卫生局长的安南病院院长林胜铁讲，今年台南的状况甲当年正共，照伊的经验甲统计数据来推算，这1、2礼拜是疫情变化期，建议目前确诊数较少的所在，派员到热区了解状况，才会当及时因应。历史的痕迹是11月中才会到最高峰，但是在104年的时候，我们是到了9月中就回涨，就是这时候，所以我觉得这2个礼拜最重要的。林胜铁认为，加号烧话是这届团开的主要原因。为咗确诊者镜头无明显，唔知感染看区工作，中央爱量早介入。除了环境部，疾管署18正式成立前进应变工作队，由副署长罗一军兼任队长。连假会有很多群聚烤肉，以及就是可能南来北往会有出游的情形哈，我们都担心说会不会容易让这个民众到户外，增加被这个蚊子叮咬的这个机会哈。罗一军讲，工作队20外个防疫成员，大家拢会分组到重点热区视察。中秋连假确实是这届防疫重要的大关。这礼拜台南差不多无落雨，对生态园的清除防治是好代志，一定要注点1个月，避疫情会当消退。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警察局买5500台微型摄影机，也就是咱一般所讲的密录器，真煞来逼出讲，摕天线模组竟然是中国制造的，才有可能有这治安泄露出去的几率。台北市警察局表示，这采购案还佫伫咧验收，若准这厂商有违反采购法令，会依照契约来处理。不过，代表厂商表示讲，这天线只是零件，无记忆甲发送的功能，无认为讲有治安的问题。真侪外勤警察执勤搬载时，身上拢会挂俗称密录器的微型摄影机，也毋过台北市警察局所买的上新一批密录器，所传出机器顶的天线模组，竟然是中国制造，引起治安疑虑。天线它是属于产品的零组件，那这符合数位部的一个资通讯产品的一个安全的规范。采购案尚未完成验收，所以我们在验收的时候，我们会以更严谨的态度，针对产品的原产地及相关的资通讯的部分，来做一个严格的把关。
根据了解，台北市警察局伫今年度的密录器采购案，一台4850块，拢总卖5500台，最后厂商以2600多万得标。不过密录器零组件也都是天线无组，煞是对方厂商制造。台北市警察局指出，采购案还未验收完，会请厂商说明。另外，密录器采购未来敢是限制未当用中国製零件，也咧评估。得标的厂商指出，当初是交予设计师设计，认为这款密录器采用中国製的天线模组，效果是上搭配，无自然的记录。我这个天线是被动的零件，它是一个很单纯的物理的一个零件而已，它没有主动可以做任何记忆或是发送的功能。这个东西不会有治安的疑虑。业者定称使用中国製零件，未有自安记录。那台北市警察局的采购案只明确规定，原产地加软体等原回，未当是中国地区。治安专家表示，那天线模组无结合有传输功能晶片，治安未有上大的影响。如果只是单纯被动式天线的话，那它是做一个讯号的加强，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的威胁。针对危害国家自通安全产品的使用原则，作为发展部指出，是规范政府机关使用的自通性产品，未当使用中国厂牌，也未当来自中国制造。另外，零组件是交予各采购机关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要去泰国的旅客就要特别注意咯。这泰国的万国航空执事宣布讲，9月、10月会请这旅客上飞机进前就要先绑体重，讲是为着这飞行安全。就专家表示讲，进前旅客去到柜台报到的时阵，地勤人员会看这旅客形体差不多是外重安排座位。啊，若网络选位时阵，为着这飞行机的病房，有一寡所在是无开放予人选位。泰国万国航空则是公布，为了遵守国际民航组织 ICAO 飞行安全的标准，伫9月、10月针对旅客甲行李称重，表示除了行李，旅客登机前拢爱称重。除了万国航空以外，包含大韩航空、纽西兰航空，其实拢有实施伫部分时段，请旅客登机前爱量体重。原因就是为了计算飞机起飞时阵的重量。其中大韩航空也声明，旅客有权拒绝。如果是对那个大众运输是有益的，我会觉得就是比较大体上的考量，我是可以配合。可以啊，让他们自己决定啊。看航空公司看怎样决定，我们配合就好了啊。根据外电报道，国际航空公司请旅客量体重是避免飞机再上重，有助飞行安全甲效率。这些数据拢会保守秘密。航空公司希望旅客会当配合。航空专家也讲，国际民航组织有明确的规范，无共机型的载重，其实地勤人员拢会伫旅客报到时阵，用目睭看来安排旅客的座位。这个做法已经实施真侪年啊。通常大部分都用作目测来处理这些相关的载重平衡的配置，但是因为近期油料上升，而且出国的旅客日渐增加，所以开始会有实地的用体重机来量体重或课增肥胖税。专家分析，部分美国籍航空甚至无允准乘客自由选位，用位位来平衡机舱的重量。美国交通主管机关也以安全理由认同这个做法。但是咱国际航空是不是原来会安尼做？要求乘客都爱量体重。华航甲中营拢表示会定期配合国际民航单位进行旅客标准重量的评估作业，来确保飞安。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超过45万名被众 YouTuber 和民众检举，讲伊旧年伫咧面册顶头招人出国旅游，就要去互观光局处罚。不过，这位 YouTuber 是讲，伊是透过一间美国的旅行社带团去旅游的，伊也已经提出这行政救济咯。品保协会也表示讲，民众为着要确保家己的安全呢，甲权益，一定爱找合法的旅行社。分享邮轮设施食美食有45.2万枚，订阅者有名旅游美食部落客，和民众检举去年伫网络数字招募旅游团，被讲美国行程4500块美金，拍出由部落客本人亲身带团。和民众检举了后，关公署以无领取营业执照经营旅行业务已经开发。没有 license 的话，那当然就不行嘛。我们会去稽查，甚至很多民众他自己会来检举，那我们一定会做处理。这个部落客伫面册大文回应，是美国旅行社出团。互网友检举，伫台湾招人，互观光局开发，目前咧行政救济当中。美国旅行社一旦诉讼结果告做后续决定。
旅游品质保障协会提醒，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甲旅行业管理规则，非旅行社免经营旅游业务，民众带团都爱细致。会发现说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网红、部落客、YouTuber， 在网络上面呢，在招收所谓的就是达人带路，或者是YouTube 带路，那带大家去旅游。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已经违反了旅行业管理规则。品保协会表示，这几年甚至出现地方创新等组织，招民众到各地参访，其实也是游走伫经营旅游业务的变现。不过，合法旅行社就政府的规定爱交保证金，照规定爱投保，若发生旅游纠纷，也由观光局来约束，对旅客权益靠保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这乌多摆车祸事故呢，逐年拢伫咧增加。根据着审计部的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主要原因就是这骑乌多摆的人无安全甲保护的概念，考试题目也拢无改变。专家就表示讲，交通部虽然这几年有伫咧修法，不过速度伤过慢，而且无解着重点，应该爱整体去改良，包含这考试训练、考驾照还有管理机制等等。崔友萌真细致将机车骑入考场，只要一个无注意，造成轮胎对着线，警报声就会响起来，随风扣分。无论是七秒地线并行驾驶、斑马纹行人线停止、两段熟悉弯顶，拢是机车路考爱考的项目。不过，根据审计部的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主要调查原因拢是骑机车的人欠安全甲防护观念，认为事故率偏悬，也甲机车路考的方式有关系。那进一步甲日本机车驾照测验场地考试项目一比较了后，更加显出台湾考照方式较简单。当中间转弯的部分吧，因为来回转的话，自己紧张的话还会转来转去，很怕就是会脚踩地。本来就会骑啊，对啊，蛮简单的。根据交通部统计，机车交通事故件数甲死亡人数已经连5年是全国10大运区之首。今年1到6月，机车死亡人数998人，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569人的64%。专家认为，交通部最近几年虽然有修法，不过并无改到重点，确实有必要全部检视驾照的训练、考照、管理机制。它的检验很粗糙，看说你有没有白头，可是白头要看什么东西？交了吗？有没有办法检验？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上路需要多少的动作？我们在10月底之前也有做一些，你要有一个辨识答对的一个门槛，比如说5题，你要答对4题才可以往下预约。那假如一直都没有答对，你至少要看15题。我们在城市设计里面增加它危险感知的一个意识。公路总局表示，最近几年一直提升考照难度，机车考照通过率也逐年落低，已经为过去的6成到晚5年考照通过率只有48.49%。今年3月开始，民众伫有约机车考照，也爱伫机车危险监知教育平台看各种路况影片作答。出理驾照了后，也鼓励甲驾训班参加道路安驾训练，除了提供补助，也会当借此有效提升学习安全驾驶观念甲实际上路的技能。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咱先来关心这乌克兰战争。过去这几天呢，乌克兰伫咧前线巴赫姆特收复几类征讨。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利昨就表示讲，乌克兰想要甲这罗西亚的军队全部赶出乌克兰，这是一个真大挑战。乌克兰部队17表示，经过几啊个月激烈对战，成功为俄罗斯军队处长夺出克里斯基夫卡村这个村位于俄军占领的巴赫姆特以南。伫这进前，另外一个村安德里伊夫卡也有一名乌克兰的士兵飞去墙顶，佮将乌克兰的国旗插起来。乌军南部发言人叶弗拉什证实收复这个村的消息，佮表示收复克里斯基夫卡对乌军包围巴赫姆特有帮助。А особливо відзначу сьогодні воїнів, які крок за кроком повертають Україні своє. Кліщівка, молодці.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表示，克里斯基夫卡春风解放，因为敌人犹原想要夺回失去的所在，所以规港乌军拢也咧坚持抵抗敌人的进攻。美国参谋省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7表示，虽然乌克兰反攻行动无失败，几乎将俄罗斯部队赶出国境这个更加大的目标有非常高的底线，强调乌军也阁有大量的战斗能力。另外，挺进南部海岸甲收复马里坡顶，米利表示，家己无想要做出预测。广西新闻黄慧玲编译。离北非上界近的意大利是非法移民者偷渡入去欧洲暂且小休困的一个所在，这偷渡船接发生冰船，这款的意外是真接发生。也那16个救援队甲500多名的这个非法移民对大海当中救起来。意大利南部的拉姆皮杜萨岛非法移民的数量比当地居民是更较多。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有去视察，而且有答应意大利政府讲会协助因处理这移民偷渡的问题。15只小船伫海面上铺设点击，总共有471名非法移民，其中包含205个囡仔，和救援队送往意大利。随上这款危险的画面，伫过去3年内底，伫地中海南部沿岸是逐工日出现。对今年到即阵为止，已经有12万6000名非法移民进入意大利，而这数字已经是2022年的2倍。位伫意大利南部的拉姆皮杜萨岛，离北非的突尼西亚沿海只有145公里。长期以来，一直是北非非法移民船只登陆所在。根据联合国统计，对9月11以来，已经有大约8500人，分坐大约200只船到这座小岛。礼拜移民超过岛上全部人口。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甲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来视察。感觉真不满的民众也拢当场抗议。Dopodiché spero che abbiano detto che per esempio noi e il sindaco mi ha detto, non lo so se era vero, però che è stato l'intervento più importante fatto su Lampedusa non più tardi di 2 settimane fa. Abbiamo fatto uno stanziamento di 50 milioni per l'isola per cercare una mano. No, vabbè, però è anche un modo di servizi, pulizia, cose, cioè anche questo può fare la differenza. Ci vuole la salute, la pace e la dignità. Migration is a European challenge and it needs a European answer and solution. It is concrete actions that will bring change on the ground. It is only through solidarity and unity that we can achieve this, and you can count on the European Union. 冯德莱恩初步提出关于移民的处理计划，不过也讲，那欧盟对非法移民的限制愈来愈多，非法移民的情况可能会愈来愈严重，所以讲应该要提出阻止非法移民的对策。不过，对着梅诺尼后任移民者大量进入拉姆皮杜萨岛，意大利及右派反对党的国民联盟领袖雷鹏也一直批评。Perché guai a quei leader che non si rendono conto dei segnali di allarme, di pericolo che rappresenta l'arrivo massiccio a Lampedusa, un'isola di 6.000 abitanti dove arrivano più di 6.000 migranti in un'unica giornata. Guai a quei popoli i cui dirigenti, i cui leader non prendono immediatamente provvedimenti per far fronte a questa sfida gigantesca. 欧洲各国近年来接受移民的态度是愈来愈保守，而伫欧洲边缘的意大利被迫接受真侪偷渡移民，对当地经济甲治安拢有袂少影响。这也考验到欧盟未来安怎来处理这移民。广西新闻新闻编译。这个月16日，伫咧巴西亚马逊地区有一台世代无人机，顶头是载规定要去钓鱼的旅客，因飞到巴塞罗斯要下落来时阵，却因为无设立规则下落来，无人机顶头14个人拢过往。另外，伫印度北部也传出有人家厝的厝顶伫透早时阵规个放落来，因兜规口照顾的人拢互地死啊！ 4岁飞机卡伫树丛，机身前半过差不多全毁，伊也嘛散规涂骹。巴西亚马逊州北部的巴塞罗斯16发生空难，一台普罗皮莱小飞机降落时阵冲出跑道，弄入去边仔的树丛，机上14人全部死亡。De modo que a gente não possa gerar especulação. Então, a única certeza que nós temos é que no momento do acidente a condição climática era de intensa chuva no local.
Se isso foi preponderante ou não, nós não sabemos, e por isso que vai ser feito o levantamento todo aí pelos órgãos competentes para depois gerar um relatório.当地官员讲，死者拢是巴西人，本来按算去亚马逊钓鱼，9月是亚马逊钓鱼的旺季，一寡爱钓鱼的人拢会去当地掠孔雀鲈鱼，这热带河流的物种。巴塞罗斯是亚马逊森林入口城镇，当年有几10万的游客到位。初步调查，小飞机伤晚降低，唔知处处跑到尾。当时也有另外2台飞机要去巴塞罗斯，啊，不过因为风雨伤大翻头。伫印度是发生厝顶崩塌事故，印度北边北方邦一间民家厝顶16塔早雄雄落落，当时厝内一家伙5个人，包括3囡仔拢伫困，无人会赴反应，全部活活地死。हमारे परिवार है, हमारे जेठानी जेठ है, हमारी बेटी स्कूल जा रही थी, हमारे हस्बैंड को फोन आया रास्ते से लौटा लाए, कहीं वहाँ पे छत गिर गई है, हमने सोचा ऐसा ही होगा यहाँ, देखे सब खत्म पड़े। 警方调查了，发现出代志的厝是铁路部门老旧房舍，进前因为安全考虑，要求这家伙仔爱搬离开，未然正是非法带入去的。当地政府登记调查厝顶塌落去的原因，铁路部门会甲其他的老屋帮乌拢清空，避免危险的代志搁再发生。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因为这高龄少子化受到小家庭发展的影响，日本国内呢有58.2%的地区墓地是无人去拜，这寡墓囥伫遐远无人整理，唔那环境恶化，也变成地方管理问题。石头墓碑倒伫一边，看起来已经真久无人整理。日本国内伫高龄少子化甲以小家庭为主的核心家庭发展之下，愈来愈侪墓无人祭拜清扫，正做孤坟。高雄市管理的市府英文公布，有4成差不多2700个墓地，或者做孤坟。赤い表示の墓所につきましては、無縁墳墓。高雄市府表示，因为无相关政策规定，什么条件会正做孤坟，各地市府驻地单位只会当看是毋是有人参拜整理。立管理会也是申请人死亡的时间等等，家己判定，市府只会当公告，伫通知申请人一当了后，拢无收到回应。对甲墓地列做孤坟，也毋过因为确认甲剔除墓碑的工作真费时费力，相关的费用嘛真济，加上无法律规定孤坟伫什么状况之下会当互托管单位家己处理，所以市府只会当伫剔除墓地之前，甲骨骸摕出来，甲无人认领遗骸合葬，再甲墓碑堆伫墓园的上边啊。市の予算というのも限られたところがございますので、どこまで踏み込んでいけるの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市全体としても考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課題かとは存じます。另外，少数私人也是地区村落营运的私人墓地内底，嘛有共款问题。每一档有1/3的墓需要当地村落干部协助整理，其中有2公尺悬、技术过新的相扑选手的墓碑无人照顾，险险倒落来。最后，村落居民协机用启动机甲墓碑放平。日本总务府统计，全国765个地方政府有58.2%，等于是445个地方单位的公墓甲立骨塔拢有这个问题，毋若有倒去甲人地上的危机，这位树啊无人管理，环境嘛会恶化，加做各地方驻地单位管理的真大问题。暂时总务府嘛要求厚生劳动省针对孤坟的问题提出规范，嘛支援地方政府来处理。公司新闻台是董平耀。宣布要独立参选的郭台铭，伊副手是找赖培霞。赖培霞除了有相当国籍的政绩以外，今麦各项别讲，赖培霞以心理咨询师的名义提供个人咨询，这80分钟就要23000。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讲，若种有人去检举内容是违反心理司法，上济会当罚到15班。赖培霞也伫咧面册顶头铺影片说明，讲伊伫咧中国是有摕到的心理咨询师和企业培训师的资格。不过，伊也强调讲，伊毋捌伫咧台湾职业，也无讲过伊是心理师。心内有关会对亲人朋友无法度讲出嘴，或者是生活当中拄着困难、心情低落、情绪无稳定，毋知要如何抒发，未少人会寻求咨询心理师的协助来找到方法。啊，不过即马传出想要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所公布的副手人选赖培霞，伫官方网站提供1对1咨询服务，每80分钟爱代票23000。伊个人小解当中经历也列出心理咨询师，互人质疑违反心理司法的规定。第一个，他并没有直接这样的一个说明，然后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使用的
没有办法去认定说他有违反刑事法42条。如果已经有民众会觉得，他这个样其实是误导的话，我们也会希望他能够做一些调整。你可以说我做一些些的心理辅导 ，That's it。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自己是心理师。根据心理师法的规定，咨商心理师要是相关心理研究所主修咨商心理，完成1年实习训练，成绩及格，要摕到硕士以上学位，而且通过国家专技人员考试，摕到心理师证照，才能成为咨商心理师，而且要伫所属的县市主管机关申请职业登记，才能执业。咨商心理师工会专联会表示，最近陆续发现市面上有真侪人软法律漏洞。用陪开讲师或者是陪谈师或者是心理咨商师的名义进行心理咨商和治疗工作现象，互民众产生误解。一个护理师是这个名字，这样没有任何心理相关的一个就是专业人员是这个名字。卫生局那边的认定是用实质认定，一旦查了发现，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就是所谓的心理咨商哦，纵使你自己说自己是心理咨询，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开罚。台北市卫生局强调，若接到检举，会依照环节进行调查以外，也含请当事人调整或者是落架这信息内容。违规的人上悬会罚15万以下。记者综合报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和伊副手赖培霞，昨登记做治控制4年正副总统避连署人，今仔日伫台北的连署总站挂牌，也因为这中选会也未甲这连署书送来，按算连署是对19开始。也若讲到这民众党的郭文哲是伫咧台东走行程，下晡要成立后援会。另外，这民进党的赖清德呢，早起是以副总统的身份接见医界成员，提出改善健保的政策。那个来了才知道说今天还没有开始，对我来了才知道。早10分前，支持者早起到郭台铭的台北连署总站要写资料，却是无多写，因为连署活动有加19才开始。而中选会公告，2024正副总统选举被连署人名单总共10组，各自交100万块保证金申请登记。不过假办前一天也坦白讲，若是知影顺利整合就袂送件，引发质疑。更加传出国民党认为，民众党郭文哲就是较稳定，会用谈合作对象，无啥重视郭台铭是不是真正要选到底。我们的目的是胜选，是政权的轮替，参选、整合都是手段。国民党有政党推荐的门票，这张门票要不要坐下来跟在野阵营一起共享？我们会取得更多社会大众的支持。郭台铭办公室讲，郭台铭甲搭配副手赖佩霞无政党的包袱，有信心得到中间选民支持。当时团队继续扩编，新增加一个发言人，前新闻台主播陈嘉怡。郭文哲18是到国民党提票选台东成立后援会，各界真关心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可能性。蓝班的谈得怎么样？这是这样的啊，反正深呼吸，换轻松，继续走就知道了。对郭妈妈何水英伫网络节目讲，后世参选就是要做总统，未做副手。郭文哲回应，凡事尽力而为。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是副总统身份接见基层医界代表。这个健保走到今天，要在下一阶段能够永续发展，我们恐怕是要有一番来进行改善了。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医界大家共同来讨论的。医师出身的赖清德提出改善健保制度想法，希望甲医界共同讨论，打造健康的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暗伫咧华府参加交保的宴会。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也到会场。罗森伯格表示，台湾伫咧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关键的党派。美国长期以来拢有协助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这是未改变的。那侯友宜伊是表示讲，希望美国支持这美台关系继续深化，和台湾更较有实力和中国对话降低冲突。开始啦，请就坐。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做伙今日去会场互动密切。美国时间17暗时的大华府庭后剧院，罗森伯格专程陪着侯友宜。致辞的时阵，佫特别讲到美国协助台湾自卫的约束永远未改变。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enabling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city, and let me assure you that our commitment to that remains rock solid. 也期待在美国大力的协助支持底下，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让我们的实力可以确保和平，让中美关系、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关系能够深化，让台美之间的友谊不要中断。特地注意的是，侯友宜伫华府大的威拉德饭店，伫饭店同意之下挂着中华民国甲美国的国旗，代表着美台关系真好。侯友宜嘛特别甲国旗来做伙翕相。啊，不过，就伫侯友宜访问美国的时阵，传出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可能第2摆访问美国。侯友宜讲，目前无了解，无法度加讲啥物。另外2个人更有可能伫10月来讲着南北合作。侯友宜是讲会团结所有的力量胜选。记者王良周良雄伫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讲到咱台湾，毋但囝生少，连女性生囝年岁也拢变大。去年这平均年岁是32.4岁才生头一胎，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也超过3成，这可能会增加生产的风险。为了要鼓励民众加生囝，花莲吉安乡伫今年3月有推出生囝补助计划，这施行才半年尔，已经有200个婴仔出世了。台湾生育率继续落低，去年111年新生児人数只有13.8万人，创史上新低。有一寡少年人认为生活经济压力大，感觉一个人唔结婚，也是就算结婚也唔生育囡仔。薪水也没有很多，反正就是觉得结了婚之后，若是有小孩，可能你的生活品质就不会很好。为了鼓励生育，花莲吉安乡今年3月推出生育补助计划，只要生一胎就会当得到1万补助金。那加上县府生育补助就有3万，想要到半年来已经催生出第200名新生儿，拄好甲第199名婴仔是上生仔，乡长特别去祝福。吉安乡成为花莲县出生率第1名的乡镇市，我们相信在飞跃的吉安、缤纷的吉安，要带来的是更多的社会福利。不过，大家注意的就是民众生育年纪继续提升。去年111年，女性生育平均年纪是32.42岁，生育第一胎平均年纪是31.43岁，拢比前一年增加，其中35岁以上高龄产妇占比佫是超过3成，恐惊增加孕妇早产、甲胎児染色体异常的风险。因为高龄产妇可能染色体异常比例，假如25岁跟35岁来比，可能就多5-6倍以上。好，那所以就变成要做羊膜穿刺啦等等这些比较侵入性的检查。医师提醒，有生育规划翁仔某应该把握25到34岁上好的生育年纪，佮落实定期产检，降低高危险有新的风险，共同守护妈妈甲婴仔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政治大学因为学生宿舍的编层无够，这学期甲华南新村的宿舍改做是学生的临时宿舍，22栋2层楼的有4人房、5人房，一户会当住8个到10个人，平均一个人一个月租金是2500块，有影真俗，不过是真歹去抽到。这宿舍真特别哦，是查甫查某男做伙住，这也是国内大学的头一个。红砖壁环境清幽，平常人无济。这是正大的华南新村宿舍，过去提供予学校教职员使用，也毋过因为原本有1200个床位的总建华社，却因为这份兴建案用地交予财运局，所以这几栋古典的老宿舍征收了后，都变成学生的中介宿舍。之前有朋友去申请，但是因为我就是比较早找到外面的房子，所以后来就没有这样。但我周遭好像有蛮多人去申请。他本来是在基隆啊，或是南部来台北的话，那这里有多住的地方是相对比较好的事情。这22栋相并式2层楼房，有2种房型，4房型大约32平，每栋住8个人，每户月租金2万；5房型大约36平，每栋会当住10个人，每户月租金2万5，等于是一个人一个月租金2500。当初开放37组申请，因为租金俗，中签率无够6成，加上有同学家己找室友，同齐承租，开放男女人咧住，也创下国内大学先例。
也曾经想过说要把这个就是设置中心，然后改成这个宿舍。可是就是说都是其实是蛮麻烦的，应该对学生有一些信任。就说不要什么事情都把他们想成说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又不是幼稚园小孩。政大教师认为，各栋由学生主题管理，加上拢是大人啊，应该给予一定的信任。那根据了解，政大会伫校内兴建新宿舍，预计上紧2026年完工，完工了后会当提供1800个床位。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建商最近拢去甲这幼稚园买土地，是因为地点好，土地宽，产权单纯。这3年来，台中市区丰北区幼稚园上无有11件。台中南区的这间幼儿园已经予铁片围起来，建筑园区无人使用。不过，伫南区的文心南路甲建筑南路口，这是交通要道，四周围有医学中心甲捷运车站，传出已经予建商看介意，特别变做新建案的用地。又有中山大学啊，然后旁边又都渐渐发展起来，有捷运，有铁路。盖房子的话，他们可能会以什么三铁共构一起，就是打那个名号啊。伫西屯的这间老牌幼儿园建物看起来起不止啊久啊，嘛传出早就予建商以2.7亿买240平的土地甲建物，目前是用租的方式伫经营。附近的民众表示，这挖近7期甲交通动线，未少建商按算伫这杀新案。不管是住家啊，或是学校啊，或者是那个做一般的小生意啊，这边都是很好的地段。住2住3的用地的话，建商他买来，他当然是盖起来土地的效用最大啦。为少建商锁定购买台中市区的幼儿园，房中是讲最近3年至少有超过11件交易，甲幼儿园的房地产有关系。即嘛因为囡仔愈生愈少，也有幼儿园大部分地坪较宽、地段较好，以及人口较侪这个优势，所以地真侪人爱买。幼稚园它是单一的一个所有权人居多，或是单一的企业，所以它要谈也比较好谈，整合容易。他们的地目的部分呢，通常都是可以盖大额，也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开发的强度比较大。房仲表示，惠阳老旧厝体重建会当争取用这种地，产权地目较单纯，这拢是建商的考虑。不过因为买地甲建筑成本算起来会较贵，房价当然会提高3-4成。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鸟青湿地这几年因为有外来种气候的入侵，也影响到台湾原生种生物的生态。高雄市的野鸟学会今年就举办钓鱼证的方式，或者让这寡爱钓鱼的人会当来这钓鱼，减少拄外来种。钓客手提着鱼钓啊，甲鱼竿弹出去，无偌久时间就掠到鱼啊。钓起的这只就是危害台湾原生种的泰国鱼好。鸟青那么地出现包括泰国鱼好、高带甲乌龟鱼等等外来鱼，所以高雄市野鸟协会今年利用钓鱼证的方式，来开放钓客到3天来掠外来鱼，短短1个月时间就钓到14只外来种的鱼啊。是举办钓鱼证的话，它是一个课程，然后再马上经过考核。那如果只要通过的朋友都可以核发钓鱼证。那有了钓鱼证之后，就可以凭证来湿地这边依照我们开放的时间进行外来种鱼类的移除。其实这几年各地拢外来鱼种的困扰，因为外来种的鱼啊，会食原生种鱼啊，也是鸟类，会破坏生态。为了保护那么地内底原生种，钓客拢会准备架鱼餌来钓，袂破坏生态。钓鱼用的生饵基本上有些都是用化学物去调制而成，所以它其实对水质的污染是蛮严重的。然后也有可能让一些原生种的鱼身上沾染那些味道，反而被一些外来种的鱼吃掉。这样，这项钓鱼证计划自今年7月开始实施，能提出报名，当做22位钓客通过，才有钓鱼证，平常时就当有钓鱼，因为效果袂歹。高雄市野鸟协会按说明年阁会继续办，毋忙会当移除外来种，维护生态平衡。记者钟义辉、顾昭勇高雄报道。嘉义县卫生局对2020年推动湿地优先社区，开始伫咧面向绿卡加绿草成立据点，而且佮培训师资，邀请各行各业甲行政机构来建立湿地证照护的安全环境。
是大伫台顶念4句联，提醒民众爱注意湿地的状况。嘉义县鹿草乡是县内第3个成立的湿地友善社区营造点，要伫遮训练甲邀请民众加入湿地友善经济老师，做伙来建立湿地正确的照护环境。我来上课了吼，从中学习足济，就要安怎来关怀老人，要安怎来设置这据点。我感觉这对咱的老人做有意义的。因可能伫咧买物件，也是讲行路当中有可能会迷路这种状况，咱的邮局附近的几挂店家，都有当成为协助他们的一个力量。现场有替时代准备倒耍的教材，搁训练时代做关注，甲大家安怎耍，或是大伫耍的过程当中学物件减重头壳，减慢湿地的速度。有咧用动脑吼，记忆力足好诶，来这上课嘛真快乐，搁交真侪朋友。培训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帮我们一起来做留意。你有看到有这样疑似的个案，都可以来做看问留播，也就是说多了解一点点，然后观察他一点，关心他一点，有必要也要协助来做报警。卫生局表示，嘉义县18乡镇当中，有15个乡镇的老人人口将近20%。目前已经招募5500外位民众来做湿地友善的经济老师，甲300外个友善组织，希望会当来建立友好的湿地友善社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山联奖创立到今已经是45年了，继强颁发予60个作家文学奖。高山联奖基金会伫2071年申请国际会补助，访问11位75岁以上捌得奖的作家，出版高山联奖文学家的故事，甲因人生的故事和文学作品总记录落来。高山联奖自1978年创立，一届一届得奖者等于是乡土文学论战以后的台湾文学史，愈来愈侪资深的作家逝世。高山联奖基金会按2021年开始去访问超过75岁以上的得奖作家，第一阶段先甲11位作家的作品和故事出版政策。把这些得奖人的故事编绘成册，因为有各位的作品跟创作，把台湾的艺术界推升到更高的层次。那也丰富了台湾的历史跟文化。伫即届出版的高山联奖文学家的故事当中，有第一届的得奖者陈玉熙，也包括工人文学的先驱作家杨清秋。伊毋若写小说投入党外运动，嘛因为感慨台湾人哪来哪袂晓讲台语，发起台华双语教学运动。伫1992年出版台华双语词典。另外，也有大家拢诚熟的乡土文学家高升，也佮有用摄影和写作关怀生态的荒野保护协会创办人齐仁修等等。受到疫情的影响，前后3档才完成，其中白秋今年初过身，也那是认真形态是身体欠安无访问到。林亨泰先生哈，也就是我父亲，因为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获得这个53联奖哦。那这次的这本书呢，就是访问了过去的这个得奖者哈。那所以当然当中也应该是包括我父亲了哈。不过因为去年因为还在疫情的关系，然后他年纪也大了，所以就没有收录他的这个部分。基金会希望透过这本册，会当保留珍贵的台湾文学史料，鼓励未来的文学创作者。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张玉瑞台北报道。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超过年半，这公司台记台采访团队前入到战区，带台湾的观众来了解战争当中的乌克兰伊的人民生活和目前的状况。今仔日先带大家来看是一位台湾的少年家啊王南英，伊本地是伫咧乌克兰读博士，战争发生了后伊无离开，顶多是利用讲伊会晓这罗西亚语、乌克兰语和日语的专长，和这个国际救援组织做伙伫咧乌克兰帮助挂难民。记者即马伫咧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城市利比乌边仔一个教会，工作人员伫遮里发放物资，有台湾青年伫遮里放活动，和伊的工作团甲遮囡仔算做伙。大人囡仔排队咧等待，这是战争的期间以来真难得等到的救援物资。这个人大部分拢有路无厝，为乌克兰东边前线的所在来的，因暂时去较安全的城市避难。大人伫边仔等领物资，囡仔坐几排，手举笔当咧擦色。
透过画图写卡片，祈祷战争会当赶紧结束。战争爆发了后，离邻国波兰无偌远的利沃夫，嘛受到飞弹的攻击，居民嘛伫空袭警报当中，渐渐惯死甲惊吓共存。为台湾来的王南英，原底伫乌克兰读博士，战争开战了后并无离开，是留伫乌克兰甲难民斗3工，因为伊会晓讲罗西亚语、乌克兰语、日语嘛真认真，所以就甲日本还有台湾的国际救援组织合作，除了送物资、办文化交流活动以外，嘛筹划食物支援计划，帮助难民会当家己生活。其实我早期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也是跟着他们发放物资，但是我看到很长的排队队伍，小孩子都无所事事，所以我就想说，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再为他们做什么。王南英也佮教会合作，招新唐医的少年人做伙投入救援的工作，传达为亚洲来的爱心，展现有力头的国民外交。12 років, я з Донецької області. А можеш показати, що ти малюєш, що ви розказати? Я малюю Тайванське місто. Тайванське місто, добре?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他们来到这边，跟当地的 NGO 或者教会有些连结，很像的连结，以及让他们觉得不会那么孤单，有很多人关心他们，很多人在乎他们。伫咧车站的同时，乌克兰内部嘛一直做修复的工作，外地人来这交流帮活动。互为东部来遮寻求庇护的难民，加点因内心的安慰。记者吴丁武、林建如，乌克兰采访报道。讲到日本，真侪人拢会想到富士山。这疫情顿去了后，国内有不少人专工去爬山。今年7月就65000多人，比疫情进前增加17%。就专家伫咧烦恼讲，这游客伤过济，毋但有交通和环境的问题，安全恐惊会有记录。10万年前开始火山喷发，成做富士山是日本第一关山。2013年登录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今年7月这疫后第一个爬山的季節，有65000人去爬山，比疫情進前增加17%。初めて登ったんで、もう普段がどんな感じなんか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まあでも。朝この夜でみんな頑張って山頂に向かってる時の渋滞は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もう足が止まるぐらい混んでましたね。休困站的便所拢是游客留落来食面本座加空的饮料馆啊。小便斗也过度使用各种嗲嗲打爱修理禁止使用的牌仔，为确保爬山人的安全，富士山管理局和上热门的吉田路线设逐工4000人的限制，不过实际上今年7月已经有3摆超量进行。山顶这么去，和爬山真做困难，老人跋倒，真可能会发生全部人跋倒搁连落去，对爬山人的安全造成真大威胁。この富士山のオーバーツーリズム最大の原因は自動車で簡単に5合目に来られること。ということはその自動車道のコントロール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ただこの富士スバルラインは山梨県の県道でもありますからなかなか規制をするっていうのは難しいのでそこで、自動車の代わりに抜本的に変えるということで登山鉄道に変える。爆料旅客后山区带来唔但交通甲环境的问题，也个人无顾山区天气变化大，就穿薄衫凉鞋上山，顶无大的房间，就伫山屋顶卡困，或者是伫公用便所避寒才会乱伤。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到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
术方块台语安怎讲？这不难嘞，这不难，是难的。哇！这边还讲魔术七头兵啊！魔术七头兵啊，袂歹哦。魔术阵啊！魔术阵啊，真好听咧。我感觉